多零萬就可以珠海攞低呢一棟正宗拎包入住嘅別墅啦。門口呢一個花園全贈送嘅面積，仲送埋2個私家車位俾你啊！我哋首先嚟睇睇佢1樓嘅位置。1樓呢一個會客廳，我諗都夠晒你哋 barbecue 啊，喺度玩啦，整多2塊麻雀都冇問題啊！上到嚟別墅嘅2樓，可以睇到呢一個空間非常之正啊！成個空間咧大概有120個方，可以睇到哇！呢一個廚房你中唔中意呢？呢個餐客廳嘅位置咧都非常之闊落噶，同埋佢呢度咧樓下咧就淨係整咗1間房嚟做休息區嘅啫。咁其他嘅休息區咧係會放喺我哋樓上3樓啦。咁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咧，基本上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。你到時候買咗，可以按照呢一個標準去裝修都 OK 噶，發展商係會幫你裝修埋噶。上到嚟3樓呢個休息區，可以見到咧發展商都非常之有心思啊！即使係交樓標準，都喺呢度整咗一個中空嘅吊燈俾大家，非常之有氛圍感啊！主人房就一定要睇噶啦，可以睇到哇！呢一間房，我諗應該都有成40個方噶，而且喺我哋嘅後邊，哇！呢張梳妝台夠唔夠你擺晒成面牆嘅護膚品呢？咁其實咧呢一棟別墅咧，唯一嘅不足就係嘅2樓同埋3樓咧，佢係冇露台位置嘅。如果我哋要晾衫嘅話咧，一係你就要買有烘乾嘅洗衣機，或者要去到1樓呢一邊去晾衫，因為我哋本身呢一個別墅咧會帶一個花園送翻俾大家噶。咁如果屏幕前嘅你都對珠海呢一棟別墅感興趣嘅話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或者揾我攞詳細嘅資料同埋視頻啦。